无练讲嘛袂使啦。你要练讲的时，喙齿哦会分明的。你讲哦，讲即个道理是。啊，你若时常讲，你讲的时候，就开嘛，咱讲讲，自信不太足够啊。你有时常要讲，有叫你头壳，你咧讲，就会较顺。所以像咱之前咧讲迄个，当年咧讲迄个换经换了吼，安尼较袂你啦，大家拢准备一个讲题，当中所以咱要准备一个讲题，一单讲一个，一单要两个遐个，一单人要听进去。对啊，找一个走遍天下第一手，我看到后面，所以华这那个华讲的，后来讲的拢差不多，拢嘛背起来，讲的，所以华在讲的当时华拢会，是嘛讲的，今年讲了，迄个十大老本人来讲的是，听个袂袂注意啊，伊讲加一寡新的就是会听我做讲出华呢。迄个报道家他们跟迄个领导做电视上，带领较好一个保障即个这边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以上。谢谢。